将神的爱大大的传在我们当中，好的吗 ？OK， 那我们就先在一起的乐节当中，我们先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心从外面拉到我们教会来，一起安静的进到神的殿堂当中。这时候，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默祷。举手感谢你，主啊，今天有你的恩典，你的荣耀，要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今天你的荣耀遍满在整个全地，遍满在整个教会当中。今天所有来自神的喜乐，来自属天的盼望，
拜，可是我们都要带着一个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他。在今天，我们有这个日子，然后一起来重新的来得着我们的上帝，然后更多的来充满他。在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安静我们的心，也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来为我们自己，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今天要来得着他了吗？我们来为我们自己开口来祷告，为永生，是吧？天上的父神，耶稣，我们赞美你，在说耶稣在这时候，我们站在你面前，你站在你宝座面前，我们在这时候带一个渴慕的心在你面前，带着有心和诚实来敬拜赞美你，耶稣，让我们自己摆上，耶稣，让我们每个预备的心来诚实来得着，耶稣，如许不祷告，一起得胜的，那怎么办？在我们说，我们来保守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可以更靠近你，让我们可以立起在你十字架上，让我们在等下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眼睛心里想的只有你，看到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耶稣是我们慈爱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依靠，唯一的盾牌。让我们带着一颗诚实、安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默祷。
Ada
力，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唯有合一的心，才能够让我们坚定自己，背起自己心中的十字架。承担神的荣耀。约书亚记1到8章记载，约书亚面对信息，因着预备心，彰显神的荣耀，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3个阶段来为主做见证，而他面对战争的信息，更是如此的坚定。现在就请
今年以过去的方式，让我们走到约书亚记，一起来承担神的荣耀。Berbincang yang kami dari dalam ini. Isu sepakat dan ada isu sepakat. Isu ya, bagian sekarang kita sepakat sekarang. Tentang berkaya sekarang oh sempurna. Sebelum kami kerjaan sekarang kita itu, mengenal kesempurnaan itu. Jasa sekarang oh, berhasil. Sekarang oh, mosi oh, kayak oh, dia kan không có thể là cần cái đại là sau cả Yesus yang kalau main sau cả mau biết cả Yesus yang không đã sau cả cần cái đại cần cái đại không có để làm là cái chuyện chỉ là cái nhà ở phải không cả sau cả mà cái chuyện sau cái sao đang cái gì chúng ta sau cả dia không có bao cần cái đại không bao karena anak malu kita punya orang dia kau malu karena anak malu kecil tak dia orang kecil karena kau tahu makan jadi dia sini dia sini saya dia kita dia tahu minyak tahu tak dia tidak tapi dia pakai buat pakai dia tahu kan dia mereka tahu hal ini dia bukan dia sini dia maka tahu nak semua dia orang menikah dan tahu hak dia asal sebenarnya nak boleh kalau tak membawa dan bagaimana yang di kali sebenarnya membawa karena anak malas sering tak mudah kalau kerja wadah kerja dan dia tak dia kalau ini摩西的遗嘱及祝福。摩西的遗嘱和祝福。摩西把上帝的教训向人民宣告：你们必须实切地遵行我今天向你们所颁布的这些诫命，也要传授给你们的儿女，叫他们遵行。摩西交接约书亚，约书亚充满智慧，摩西为他按手，委派他做继承人。上主把摩西埋在摩押山谷，之后以色列人在摩押山谷为他举哀30天。约书亚预备心，上主对约书亚说：“约书亚，在你有生之日，没有人能打败你。我要与你同在，就像我与摩西一样。”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上主对约书亚吩咐所有人说：“你要和你的前台约会祭司们，在到达约旦河边，他们要走进湖里，靠岸边站着。”
他们攻占耶利哥城。约书亚按着上主的吩咐告诉大家，必须听从所有的指示，因为上主已把耶利哥城交在约书亚手里。于是他们带着神的信心，他们围绕耶利哥城第一天。第三天，他们依然带着神的信心，围绕耶利哥城。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有神的信心，神一切的作为，而在他们当中一一的来彰显。于是到了第五天，他们依然围绕耶利哥城。第七天，耶利哥城陷落，约书亚命令部队高声呐喊，于是祭司们开始吹起号角，人们听见就大声呐喊。战争当中，我们带着神的信心面对战争，毫无惧怕。于是，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获得胜利，获得来自属天的生命。于是他们将荣耀归给神，说：“上主是我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什么呢？因为上主的道歌颂，因为他成天求救我一生。”大声的来宣布整部法律，当话奏主及祝福。约书亚在全民的聚会当中，大声的来宣布。永远关心敬畏上帝。今天必须决定你们要侍奉的是谁。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要侍奉上帝。
就这出戏，然后我是想，就是想传达的，就是说，就是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很多的困难，然后有很多的事情都是需要很多的信心去做，然后我们希望就是你们就是要谨记那个上帝他对我们的恩典，还要谨记那个什么上帝他对我们的教训。然后我们就是透过生命记的后半段，还有约书亚记的1到8章，然后我们就是能够像约书亚一样，还有摩西一样，就是就是对上帝就是很忠心这样子。好，谢谢。痛苦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耶稣承受着天大的痛苦及伤痛，背起那沉重的十字架，但耶稣的心中始终没有怨恨，只有怜悯。接下来就让我们带来牺牲的爱，把相信你来让我们永远记住耶稣为我们所受的痛苦及牺牲，背起十字架。
愿烈火从天而降，愿烈火焚烧我们的心，复兴之火再次点燃，愿主复兴的火持续燃烧，焚而不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带来复兴之火。彰显你全能，主啊，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赐我烈火，复兴之国，愿主烈火从天上降下，主赐下灵火，来拯救世上灵魂，建立圣洁的国度，属神的旨意。主啊，赐下灵火，来满足我们需要，使我们行事正直，征战必得胜。愿我从天上降下，愿烈火焚烧我们的心，炼净我们一生，点燃我们一生。这是我的无穷彰显你全能，主啊，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赐我烈火，复兴之火，愿主烈火从天上降下，这火从天上降下，愿烈火焚烧我们的心，炼净我们一生，点燃我们一生。这是我的无穷彰显你全能，主啊，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使我烈火复兴之火，愿主烈火从天上降下，愿主烈火从天上降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故事，而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下很多见证。现在就请芷涵带来他生命当中的见证，从未信主到信主。这样的哦，每天
즐거운 자리에 호흡이다. 빠꾸리니 신뢰이 우선을 이다 보시니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这是我第一次在主的道路上第一次为主做见证。我今天要做见证是从未信主到信主。我未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个6年级的学生，然后我是一个行为不好的，然后凡事只靠自己的孩子。我有什么软弱，有什么难过，我都只会靠自己，我不会找别人，也不会跟人家诉说。然后那时候的我就感觉身心灵完全无依无靠，然后也没有很完全的安全感。然后，但是在我国一的时候啊，就有一段时间，我就不断的感觉到有一种力量，然后一种力量在我心里，然后那种力量，他在告诉我说，叫我来教会。我那时候很犹豫，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力量？对。然后那时候刚好那段时间也不断有青年一直跟我讲说来教会，来教会。我跟这些青年又不熟，为什么他们一直叫我来教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不断的婉拒他们，然后不断的拒绝，也不断犹豫这样。然后我就跟自己讲说，我到底要不要来教会这样？然后但是在有一次一个青年会的晚上，那天要聚会，然后就有一个青年会的姐姐，我完全不能忘记那一段，是因为那对我的人生中很重要。就是她告诉我说，她那天就只跟我讲一句，那天晚上只跟我讲一句，跟我讲说，妹妹来教会吧这样子，她说妹妹来教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很犹豫啊，说我到底要不要去？然后那时候时间已经到了，然后我想说，好吧，还是我去吧。那时候敬拜的时候啊，我就走在教堂，我就走进教堂，然后我就坐在后面，我一个人坐在后面，然后我就对着十字架，然后就不知不觉的掉泪，不知不觉的流泪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主讲说，我就跟他讲说，难道这一切都是你的作为？是你，谢谢你让我知道我所犹豫的，我所想象的青年会都是假的。因为当时我想象的青年会是一个不喜欢跟人相处，会搞小团体，会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的思想是这样子，但是我很开心。主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的、我听到的并不是这样，所以我是非常感谢神。然后那时候我就整个哭了一场，对，很高兴主把我带到教会，所以在那时候我就不断的一直来聚会。再来就是在我的服事，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就是我才刚进入教会还没到2个月，主就已经拣选我，他从万人之中亲自拣选我跟他一起服事。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服事是什么东西，而且我甚至觉得服事是对人，不是对神。然后那时候我就常常遇到这样子的困难，然后我就不断一直跟我身边的青年他们讲说，我遇到这样的困难，但是他们并没有抛弃我，他们反而跟我讲说，他们反而为我见证他们自己的经历，也跟我分享，也为我祷告他们自己的经历这样子。然后我非常开心能够遇到他。然后在我服事中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阻碍就是我的家庭，因为在去年我的服事是刚开始的1年，在去年那1年，我不断的服事跟家庭不断有冲突。我当起冲突的时候，我都会跟妈妈起冲突。有时候妈妈就会不断的念我，不断的骂我说为什么要一直来教会？因为他认为教会就只有礼拜日而已。对，他认为的教会就只有礼
礼拜日的主日而已，所以他并不了解教会在做什么。然后，就是他有时候去年常常起这样的冲突，然后他甚至严重到要我离开教会。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一定要这样做吗？我说一定要让我这样吗？一定要让我在家庭跟服饰上做选择吗？其实我心里就真的非常难过。当我那时候的我就感觉到心中无比的软弱，无比的，就是感觉要越来越软，没有人拉我这样子。然后但是我的青年们，他们看到我这样子，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经历，他们也知道我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他们都会为我做祷告，然后也会他们都为我做祷告，然后也会为我加持，然后他们使我每次遇到的事情，使我又重新站立起来，勇敢去面对问题这样子。然后，但在今年的时候，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主他透过真理堂的教会、真理堂的青年来短宣的这段时间，亲自的触摸我，亲自的对我说话。我很感谢神，因为在这个时间，他们来短宣这段时间，主他对我说话，这是我家庭中最大的转捩点。因为我从短宣这段时间不断听到很多青年的见证，就主让我听到这些青年们的见证跟分享，我觉得主真的很奇妙。主让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他们就是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是怎样，他们都是第一个就是想到主，第一个就是呼求主，主就在他们身上动工。我真的很感谢主，让我看到这些弟兄们因信靠主而得胜，而冲破他们心中最大的阻碍。然后，主耶稣他在我还没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我了。我很感谢他把我带到教会，使我在家庭跟服事上面，现在有了很大很大的改变。让我一切能够完完全全的，站在这里为大家做见证，为大家，跟大家一起来服事神。我真的很感谢他把我带到教会。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从万人之中亲自拣选的。其实他把我们带到教会，然后他在我身上让我感觉到有一种我永远都无法割断的一个爱和温暖。因为来到教会，我学习了很多；来到教会，我成长了很多。我真没想到我可以跟老人家互动，我真没想到我可以跟我大年纪的人互动，还可以跟他们聊那么多话。我真的很开心，真的很感谢主把我带到教会来。而且我还更感谢主的是，他让我认识那么多爱我的青年，在我软弱或者是掉到冤谷的时候，都有他们借着耶稣的手把我拉起来。所以我很感谢他们，我能认识他们。要不然，如果没有那一天那个姐姐把我带到教会的话，我可能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对，然后他让我走在他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真的很感谢他能够把我带到教会来。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主要我们去完成的使命。虽然在这使命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只要呼求他，我们只要向他认罪，我们只要每天向他祷告，不停地赞美他，我相信他一定会在你所需要的地方上动工，然后主也必与我们同在。而且通常困难的开始就是祝福的开始，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灰心，我们也千万不能忘记
我们有神在我的心中，所以我很感谢他把我带到教会来，让我认识那么多爱我的青年，还有那么多爱我的长辈，然后把我从一个行为不好的人，然后凡事只靠自己的人，变成一个将有心事的时候都会诉说给我的青年或是那个长辈们听，或是说将我的行为就是改变得很好，这样就是比较不会太疏忽这样。圣经上记载着，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6章24节。你们愿意舍下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和我们一起背起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吗？阿们。感谢子涵带来的见证分享。当我们站在一条我看不见路，当我们的眼前只有黑，只有光明的时候，但只要仰望耶和华，神的爱会浇灌在我们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带来这首诗歌，仰望耶和华。看不见路，眼前只有黑，只有孤独。我告诉自己，要仰望耶和华，做我的力量，我的帮助。我没能忘记。在远处，像迷途羔羊，等待有光处。我告诉自己，要仰望耶和华，即使患难也有盼望。我知在雾里看不见路，眼前只有黑，只有孤独。我告诉自己，要仰望耶和华，做我的力量，我的帮助。遗落在深渊处，像迷途羔羊，等待有光处。我告诉自己，要仰望耶和华，即使患难也有
耶稣定十架后，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让我们如今能得胜，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接下来，请青年带来使命，差遣我2首歌，让我们的信心与生为主差遣，为主使命，来见证我们的生命。 그리스도요, 그리스도가 나를요, 주민함이다. 사야고, 저도 지연되다. 아지다, 오나, 마가다, 오나, 아르고, 사요, 예쁘죠,
起十字架，直到今日，他的名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以信心来仰望他。最后，我们就请青年带来这首舞蹈，让一切的恢复以及复兴，全都从我们开始复兴起来。也按着耶稣所说的，从今日让我们背起心中的十字架。 예수 그리스도니요 마스카제니가 마수관이 다사양 하나님으로 그래서 아주 중요해요. 그냥 시간을 주는다. 오다가 싸우고 소리야. 오다가 우리가 예수님들이 그래서 스토리다. 끝나고 소리 하니까 우리가 싫어다. 우리 돌아가는 예수 그리스도. 그냥 시작다. 야, 사람들이 훨씬 좋아지시고
다시 예수. 다시 예수, 다시 예수, 다시 예수 사골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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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시 예수, 다시 예수, 다시 예수 사골무.你在天上父神主，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带着孩子每个信徒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奉上我们一点点金钱，主啊，求你悦纳，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使我们领受多，使我们感受到主啊你的爱就在这里，主啊，谢谢你，我们奉献一点金钱，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他们很济南哈，在家乡，你看，18个时候，18在5八了，18在10代，但是那安徽不好哦，那哪里有那地啊？当时没有，那当然是烧的，是要么的那。刚才你屋里哦，等他后不不一样，那个是他，你看那个李巧。
有超龄吧，18岁有后长，希望教友能为我们祷告，祈求上帝能将老人家所遗留的土地归还，以我们后代子孙。感谢上帝与我们同在，阿门。大家加油啊！今天的路在北岸，今天的金元北岸，那3个是有。Saya diulio sekarang sekarang sepuluhan dia, dan kata kami sekarang sepuluhan dosa dia. Kalau sebagai kita tahu anak ulang kita sesuai mau kita kemudian sama-sama kalian setuju saja jangan感谢主，谢谢主，愿神与我的家无论何时，神永远同在，平安喜乐，阿门。大家，今天那个夫家里，你看，杀鸡你看 OK 的，那是8个4个，你看，女儿在台南工作，我在台北，联名会上班。无理同时回来朝阳，谢谢牧师及教会伙伴替我们kemudian sorry dengan abang tahu karena kita tahun sinjak kemudian bersama musnah oleh他的食粮，所重要的食粮，希望妈妈的健康跟家里。都能够平安，请牧师及教友继续为我们的家庭做代祷。大家上进。领导开场是马路，包括大家，今天听到林祖先，今天听到黄中山，今天听到戴北珠、陆一航，今天听到沙该。Sakai tulakan, sakai tulak, awang tulak. Sobat anak-anak, ini do majurohan, ini do buyanan, ini do jalan pisau kue, karena dia orang tetap buka semuanya. Pada Yesus Kristus selain benar-benar dikatakan karena senang dan bukan dengan jarak menempuh nanti tidak sayang. Ini adalah hari itu asal subuh mengusirkan ini sayang. Ketika kata dalam subuh ternyata membelas ini nanti nanti siapa yang ada susah membuat yang jadi orang sudah sudah pertama anak susah amin.
bilang kuang phải tay tao ha. Salamat ko. Ila punya kayo sekat. Mulu tanah. Kalau hak kita kami naruh dan sesuai kita dan sekat kami sebuah di cun cip ha, di show ha, sekat sebuah.